好多歌，又有劇情，個舞台同埋服裝都做得好好。香港嘅舞台劇向埋嘅咧 musical 咧係真係唔多，成套嘢都好好睇咯，唱得好好聽，好感人，成件事好似百老匯歌劇咁樣咯，好帶動到全場嘅氣氛。最感動嘅部分咧，其實係阿傑文咧彈吉他嗰 part，我真係有啲飆眼淚。鋪墊晒由哥哥出道到依家，哇！好多好掛住哥哥嘅場面。今年絕對唔可以錯過嘅一個音樂劇。如果你係張國榮哥哥嘅 fans 咧，你一定要嚟睇《為你鍾情》音樂劇啦！大家記得要支持，因為呢個係香港嘅音樂劇。